后来，过来是国民党罢免民进党原住民立委吴丽华，牵涉到死亡人数。结果，国民党组发会副主委黄碧云奉收押禁见，屏东地方法院的裁定书马上公布，会当看到国民党原住民立委罗冠一奉列为共犯，这嘛是死亡人数第一个奉列为共犯的立委。 会不会担心这把火可能接下来会烧到党中央的？伊是国民党组发会副主委黄碧云6月25号调查局北基站约谈，因为牵涉到伪造文书订立罪嫌，7月7，屏东地方法院裁准收押禁见。屏东地检署分真济线侦办民进党山地原住民的立委吴丽华罢免案假连署的事件，伫法院公开收押理由中意外写到国民党原住民的立委罗冠一被列为共犯。 毋但提早公开侦办的方向，罗冠一嘛成为检调侦办罢免不实连署以来头一位立委被列为共犯的。罗冠一回应讲，伊伫1月25到2月7日拢是地方的行程。 部落婚礼、丧礼、甲过年登去团圆等等，针对这个案件，伊不再回应，伊认为应该秉持无罪推定的原则。检察官的相关的起诉书或是侦查的这个证据力是不是那么足够，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希望这个勿枉勿纵，但是检调也不能成为执政党的鹰犬。 依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统计，到昨为止，包括中央党部甲12个县市党部，总共有126位党工被约谈，其中15人被收押，即马有7个人在押。另外，台南、台北、宜兰、新北、台中有5个县市，总共75个党工被起诉。即马头一位国民党立委罗冠一被列为共犯，后续的效应甲风波恐惊会愈来愈大。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